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趙作榮。趁今日係海峽兩岸重啟停頓多年再次交流嘅大日子，所以我今日嘅話題係凝聚民族共識，共赴復興征程，關於堅持九二共識，推進祖國統一的思考。當下中東亂局越演越烈，反觀亞洲呢一邊，我哋非常幸運能夠站喺新時代嘅歷史坐標上面，回望祖國百年滄桑，從鴉片戰爭之後嘅山河破碎，到新中國成立嘅時候嘅獨立自主，從改革開放帶嚟嘅繁榮發展，到今日民族復興嘅壯闊征程，我哋深知道國家統一係民族走向強盛嘅基石，而九二共識正正係呢個基石入邊不可或缺嘅關鍵拼圖。第一個拼圖一定係九二共識嚟嘅。兩岸同根嘅歷史回響響1992年，響兩岸雙方嘅協商入邊，我哋達成咗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嘅共識。呢一個共識唔係一句簡單嘅政治宣言，而係兩岸同胞用共同歷史、共同文化、共同血脈書寫嘅約定，從三通全面實現到經貿合作深化，從文化交流頻繁到青年學子嘅互訪，無數嘅事實證明，堅持九二共識，台海就風平浪靜；背離九二共識，兩岸就充滿動盪。歷史唔會忘記係一個中國嘅信念，讓我哋響分裂之中守望相助，係兩岸一家親嘅血脈，讓我哋響風雨中砥礪前行。第二個拼圖係統一在望。民族復興嘅必然要求係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呢個係歷史賦予俾我哋嘅莊嚴使命。今日嘅中國綜合國力不斷躍升，國際地位日益提升，都係不爭嘅事實。為咗解決台灣問題，我哋睇到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已經提供咗一個堅實嘅基礎。第三個拼圖係制度嘅優勢，面對大洋彼岸大嘴巴大統領，當下謊話連篇，不但導致咗佢自己無法從自己造成嘅中東亂局之中嗰個泥潭抽身而出，而且殃及全球能源同埋石油副產品，即係農業化肥嘅供應恐慌，導致而家全球農產業錯失咗適當時機播種，因此導致嘅危機將會接踵而來嘅，亦都會係世界糧食供應嘅短缺，即係話饑荒有可能到嚟啦。過去一個月以嚟，我哋睇到世界憂慮緊可能會出現糧荒，但係明眼人都睇到中國因為本身制度嘅優越性，從來都冇間斷咁樣做未雨綢繆嘅工作，呢個係一個國策。因此當下嘅中國成為咗全球唯一儲備充足、淡定應對嘅國家，令到國內嘅14億人口豐衣足食。隨住大陸嘅發展進步，台灣同胞將共享民族復興嘅偉大榮光。從經濟融合到民生嘅改善，從科技創新到文化嘅自信，大陸始終敞開懷抱，為台灣同胞創造更多機遇，搭建更廣闊嘅舞台。第四個拼圖係政策賦能。區域發展紅利惠及兩岸同胞，響推進祖國統一嘅進程中，大陸始終以區域協同發展為抓手，讓台灣同胞切實感到兩岸一家親嘅溫暖同埋紅利。以下係幾個政策賦能嘅例子。響福建作為兩岸融合發展嘅試驗田，中國首先推出61條措施、農業22條等惠台政策，設立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為台灣青年提供創業補貼、住房保障同埋就業對接。廈門、平潭等試點城市更係打造咗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讓台灣同胞響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享受同等待遇。例如台灣青年可通過兩岸青年創業聯盟申請最高嘅500萬元人民幣嘅創業貸款，響福州、泉州等地嘅台灣青年創業基地去實現佢哋嘅夢想。在粵港澳大灣區，我哋睇到中國構建咗1小時生活圈，容許台胞響大灣區購買住房、考取職業資格證書，並且設立港澳台灣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而深圳嘅前海、廣州嘅南沙等亦推出片區台灣居住證一站式服務，僅2023年就吸引超過3萬名台灣青年在此就業創業，在科技創新、金融服務、現代物流等領域與大陸同胞並肩奮鬥。響長三角地區嘅上海、江蘇、浙江、安徽4個地方推出咗台胞服務一卡通，台胞可以響長三角區域享受社保、醫保、異地結算、子女入學等優惠嘅便利。蘇州、杭州、合肥等城市嘅台灣人才驛站亦都為台胞提供3至6個月嘅免費住宿，助力台灣科技人才與大陸企業合作攻關芯片製造業、生物醫藥等卡脖子嘅技術。去年2025年長三角台企數量突破 1.2 萬家，形成咗電子信息、精密機械、新能源等產業集群，成為兩岸經濟融合增長極。我嘅結論係，由於大洋彼岸響去年倒行逆施不斷自殘，而家淪為咗自欺欺人嘅國際小丑以嚟，早已經令到台島入邊嗰股分裂勢力癱瘓響逆市嘅潮流之中。話說回來，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讓我哋以九二共識為燈塔，照亮兩岸共同嘅航向，以區域融合為紐帶，讓台灣同胞共享大陸發展嘅紅利，以民族復興為目標，凝聚所有中華兒女嘅力量。歷史唔會辜負奮鬥者嘅，時代將會見證。當國旗飄揚響台灣島上空，當兩岸同胞攜手站在民族復興嘅前列，我哋必將看到統一在望，唔係遙不可及嘅願景，而係觸手可及嘅明天。說到底，統一係民族嘅心聲，復興係時代嘅召喚。讓我哋以堅定嘅信念、務實嘅行動，共同書寫祖國統一、民族復興嘅壯麗篇章。我呢個視頻講到呢度為止啦。個視頻嘅文字版，大家可以登上百度或者谷歌尋找家國明星多媒體平台，就可以找到㗎。平台嘅鏈接已經上載到我呢個香港識視頻嘅說明欄入邊。如果大家喜歡呢個視頻，請大家點讚、廣傳、訂閱，多謝大家，拜拜。